起笔，我是许巍老师。看花了后哈发，我们来学客家话哦。今天要讲的是，请大家到客家庄，客家庄就是客家庄游玩哦。每年的4月到5月，有很多的客家庄、客家庄都可以看到油桐花盛开，非常漂亮。油桐花呢是在5月份盛开，一大片白色的花海，哇，好像下雪一样。因此呢，它有5月雪的美名哦。为了让一般的民众也能够欣赏到这个客家庄的山林之美呀，所以行政院客委会呢特别在桃竹苗以及台中20几个地方呢举办了这样子的油桐花季的活动哦，很好玩，结合了这个观光跟产业哦，因此有油桐花之旅哦。那么油桐花除了很赏心悦目之外呢，也是客家人重要的经济作物，可以做木屐、家具、火柴棒、各式的日用品哇，这个油桐籽还可以榨出油，涂抹在物品上面呢，可以防水呀，亮晶晶的哦。因此常常在客家纸伞家具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呢。今天许巍老师要教几句话，到客家庄的时候呢，可以讲讲这个哦。第一句，我们去看油桐花好吗？来跟我念哦。俺來去看油桐花好嗎？再来一次。俺來去看油桐花好嗎？好嗎？我們去看油桐花好嗎？或者講一句來，油桐花很漂亮哦。客家話怎麼說呢？油桐花凍漿，油桐花凍漿。記得到客家莊、到客家莊的時候，看到了油桐花呢，用客家話跟客家朋友聊聊天哦。油桐花凍漿，哎呦，聽到這句話呢，我相信客家鄉親一定特別開心呢。因客喜相逢，許巍老師要特別教的就是油桐花怎麼說？油桐花呢，就是取那個桐那個音 ，the tone blossom， the tone blossom。blossom 这个字呢，就是专门指长在这种大型的树木上面开的那种花朵，像樱花啦、梅花啦这一类的花呢，都叫做 blossom。我们说的 flower 呢，比较像是那种草本植物观赏用的花，比较常用 flower。这样子的花呢，像油桐花、梅花、樱花，通常用 blossom 这个字，因此油桐花就是 the tune blossom。那么油桐花季怎么说呢？油桐花季，油桐花季，英文呢就是在后面加一个 festival。OK， 今天就学到这里咯。接下来呢，跟着许巍老师一起复习哦。嘴巴借我，拜托拜托，张开来。学客家话就像学英语一样，任何语言的学习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要嘴巴一直张开来，发出声音念。第一句，俺來去看油桐花好嗎？念得很標準哦。油桐花凍漿，油桐花季。The Tune Blossom Festival。OK， 學到這了，安之 say 再見。